嘴吗？让人家很羡慕吗？两个有携手去精致的旅行吗？有说肯定的言语吗？有没有几乎拥抱啊？有没有送他精心的礼物？或者是你替他打扫或者洗衣服、洗碗？这是亲密之礼，我跟牧师娘去学的哈。没有，牧师也没有。以前我都没有，后来不得不去学了，改变了，需要的减少摩擦。这个查某囡仔，伊要真认真的经营这个婚姻，5摆拢失败，结果人看伊是什么？贱的妇人，伊心拢死去啊！结果耶稣知影，这个不是，伊是真认真一个人。真认真要经营伊的生活，伊的家庭，结果拄到安尼，伊爱行6里的路，去泡迄个中昼的时阵，晒日头，伊摕即个大的水去6里迄阵，去拍入来，行一半倒一半掉，因为迄路伤远啊，伤重啊，所以伊摕着水一点啊，每摆拢无够。但是救恩到尾就是讲，这拢莫滴啊，边仔都有水，哪会摕水？都惊见效啊！耶稣基督将伊的见效摕掉，这毋是见效，这毋是你的罪。耶稣基督要救这款人，耶稣基督毋是救咱去吗？善良的，你唔好哀哭，迄毋是你的问题。善良要互你变富足，有耶稣你就会富足。食物件甘甜就富足啊吗？你若无，你甲上帝祈祷。看伊是神无？伊就是找派耶稣要改变咱，借着教会，伊牺牲伊的性命，借着咱教会每一个人，要互咱顶头先。咱有限，这个查某囡仔有限，伊发现着上帝无限了，伊发现讲安怎？伊会改变伊的性命，欢喜啊，快乐。第7节就跳舞，咱人真济拢是活伫黑暗当中，活伫家己无办法当中。但是拄着上帝了，欢喜快乐。伊知影每个人无同的问题。啊，那安尼，咱的有限，上帝无限，要安怎将上帝无限的祝福互咱呢？这就是尼哥底母要问的问题。啊，我敢会个到因老母的内面？迄子宫阁生出来呢？你毋是啦！耶稣讲毋是安尼，哪会安尼？安尼要安怎生？毋是，你干那承认天父做你的老爸？咱若譬如讲牧师啦，有一个干爹姓李，对无？咱承认这关系，伊就要继承财产互咱嘛。咱若基督徒孙木生，基督徒孙木生。基督的产业都要互我，所以你敢若有这个关系，但是借着什么关系？每一个人出生伊的性无办法改变，所以伊的原生家庭没办法改变。伊诞生的时阵就无公平、无公义的对待，但是顶头时是咱另外一个应该得到无限上帝恩典，咱会选择。姓孙袂办法选择，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安，我会接纳才是福气，接纳才是知影咱的问题伫咩倒，咱家族的问题伫咩倒，咱要上帝无限上帝标准伫咩倒，咱要安怎改进？所以咱的名，咱承认这个天父就着耶稣基督，伊牺牲死过我，咱都有几项诫命。第一，圣神做咱的囡仔，互咱做中保。圣神对保惠师，伊对咱的律师，灵界的律师，咱拢毋知。你知影圣经啥物无？你甲主的英文啥？毋知，毋知要紧。你是婴仔要紧，圣神甲你保护，伊是你的律师啦。所以你要祈祷，你说我去用无赖啦，你甲圣神讲啊，伊甲你收集，其实伊拢知影，伊做咱的中保。咱若洗礼了，伊甲咱吸引啊。圣神充满，毋是假哦！你真实的，伊甲你吸引。第一，而且第二，
伊要一栋分期付款天国基业的厝要互你，分期付款你就得着啊。所以你设立了有得救无？早都有得救啊，因为你现在就得救。咱去买一个分期付款，我钱还要落头哦，我讲落定金10万块，迄间厝就我的啊。所以你莫客气讲，迄厝是毋是你的？我还未6万，迄500万，我讲60万，无，信心甲你断因啦。迄间厝就是你的，所以你就得救啊，免客气啊。别人袂搬入去哦，你用说互别人哦。所以你有得救无？有天国的厝，你已经用啊。但是，爱用基督的好品行的善行，敢若使徒雅各所讲，爱付出分期付款啊。你若行为歹，你甲迄信的有啥物干涉呢？有啥物关系？所以你头期款付啊，你买期一摆叫你付100块，你不爱付，到时就甲你拍卖。所以雅各咩讲？你讲拍卖厝，甲你相信有啥物关系呢？你纳头期款无毋对，迄本来你的，但你到尾啊你无付啊，所以迄钱迄厝又去互拍卖，即嘛毋是你的。所以咱来知影即个严重性，咱爱一直踮咧主内面建造，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是一首歌啦。爱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阵，咱要得到无朽烂、无玷污、无衰残的基业，就是这间厝啦，这间天国的厝。有人是用金银去做的，有人是用草茶，迄若烧就无去啊。但是有地基，像圣经讲哦，你嘛应该得救，只是讲后摆踮咧天国，你是住喺破厝、破厝尔啦。太监顶头生，一个太监为着伊的家产去互摕去，因老爸就甲严起来讲：你替我报仇。所以太监是悲惨报复的人心。伊若得权，伊要结党，要斗错，拄着误盲的信息。这个信息是以赛亚书56章5节。伊就是讲太监嘛，毋是高手共款。你无惊你，但是你的名会记在生命册顶。伊看这人向下，毋知，所以圣神叫伊感觉这个是伊的愿望，所以伊逐摆去朝圣，去耶路撒冷，为以索比亚去耶路撒冷朝圣。所以伊踮咧朝圣的时阵，阁袂用入去哦，伊踮外邦人院，所以伊踮咧遐，嘛真爽啦，踮咧外口听诗歌就赞啦。所以踮咧要转去以索比亚旷野的时阵，圣神叫腓力，叫这个太监解说，所以太监讲这是啥？到底是啥？你甲我讲，伊讲就是主耶稣，伊是弥赛亚。叫伊知影的时阵，伊拯救我的性命，伊互我愿望，我是太监，无办法挂礼啊。伊就真歹势讲，无遐有水我敢会踮咧遐洗礼。这个故事是摆伫因耶路撒冷会议以前，就是讲，基督徒爱行割礼无？若爱行割礼，牧师嘛爱行割礼。安尼我毋是基督徒，我无行割礼啊。但是太监要行割礼，伊都无物件，你要怎行割礼？所以这真趣味啊！所以因为这个故事，太监用洗礼，所以到尾因就有一个会议产生。顶头先五峰教会5年才20个入教会，我真辛苦。我也感谢真侪人鼓励我。我相信，比我较艰苦的这个宣教师，咱派出去搁较侪啦。所以每一个人你关心啥，咱绝对爱安尼甲关心。最后，咱的源头拢踮伊内面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，上帝向卑贱的查某讨水，这个伊也得到救恩。伊本来拢是死啊，但是上帝主动会得到救恩。可能我踮咧五峰教会20个入教会，可能10年了、20年了，有一个伊嘛传福音的人，可能伊也踮咧天国。上帝讲：这嘛你结出来啊，
我感谢，这嘛是我结的，嘛是树林教会众兄弟结的。所以，树林教会继续发展，上帝得到荣耀的事，我真期待。咱是上帝所看重的教会，咱是这个柯安东牧师有预言哦，伊讲咱树林教会是长老会的首都，所以我感觉有一点仔想，希望要读神学院继续吧。所以上帝真得荣耀的代志，宣告并确立永生的作为。这就是咱的礼拜教育。伊伫万国中，互人顶头生，就切片宣教书，互人进入世界的门，伊亲自向伊讲话，就是咱关怀啊、社区啊，心里信息来敬拜伊，来领唱、报娘。我感觉咱有真好的根基。不过这根基绝对爱一直更新。咱感谢主，老一代咱的前辈拍了这根基。美丽姐今仔一定真欢喜，啊，毋知听有无啦吼？啊，我本身也真光荣，我会做树林教会所出去的，啊，这个，所以趁着小弟阁有气力，做较侪事工，也希望吼，我感觉讲20个伤少，我想可能是这个总神无替我祈祷，所以减10个。希望迄长老后摆要做什么师长是吧？需要替这个学长祷告。所以最后哈，祝福树林教会我的母会，将做一个坚强勇壮的教会。啊，咱少年人培出来一代一代兴起，有根有基，毋是。树叶结果子，乃是咱的根结一个上水的果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。阮的救恩就是为树林教会。我的爸爸，我的阿姐，我妈妈，踮咧遮受到帮助，受到疼痛。主，这就是我欢喜的所在，我专员的所在。我感谢教会中级兄弟疼痛，主啊，求你也祝福树林教会我的母会，将做一个勇壮的教会，一代一代想要教的。本来一个囡仔来遮想要交朋友，无拍算变牧师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树林教会有真济多元的人入来教会，伊会互主大大的竞选，大大的使用。主求你的话祝福树林教会，祝福阮的兄弟、阮的长子身体健康。阮所做一切，教会的服侍，得到你欢喜；阮的家庭得到你兴起；阮的事业得到你的祝福。阮来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